欢迎搁转来咱的语言之声少年人的语言广告电台。这集呢，同款是请到许阿林，不过呢，咱们来讲一寡即个甲台语、甲教育甲伊的创作较相关的问题。拄则我就讲，我要问伊一个足歹回答的问题，就是，你拢安怎教你的囡仔讲台语？是恁伫厝内？敢若会当讲台语，也是讲南一寡华语也可以安尼。阮查某囝，我一个查某囝，即马7岁，伊自出世，我就一直甲伊讲台语。伊在阮某腹肚内底，我就甲伊讲台语，所以拢足惯势，拢伊咧厝就是讲台语为主。毋过去学校嘛，同学讲华语较济。伊有时阵有一寡名词袂晓表达，就用华语。阮嘛无法度啦，这就是即摆环境就是安尼。毋过伊咧厝就是伊会看，伊对我就是100%拢台语。是惊你还是？毋知呢，伊就感觉伊嘛感觉甲我讲华语足奇怪。嘿对。毋过有时阵甲阮某讲话就是，阮某嘛是完全甲伊讲台语，毋过伊有时阵会用华语去回。毋过对我就袂完全99.9%拢台语安尼。你是个人本地就直拢敢若讲台语，还是讲你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安尼？其实我是咧台北人讲天龙国大汉的，我大概讲台语人讲，下港人我无我台北人。其实阮老爸老母其实足奇怪啊，伊甲阮阿姊啊，我有一个姐，伊甲阮姐拢讲台语，毋过对我拢讲华语，我毋知为啥物。重男轻女到这个程度，有可能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客阿公啦，是甘肃人，甘肃老兵，我有带过，所以细汉拢对世界行，拢讲华语。阮老爸就想讲这囡仔都讲华语讲惯势，就对我讲华语。台语是安怎练？就是好佳在我是咧艋舺大汉，那咧天龙国的大安区啊、中正区，都无啥物讲台语的环境。艋舺倒位啊？加啦。当家大，足侪同学拢讲台语，我就是要甲人盘烂交陪，一定爱讲台语。我台语就是安尼练起来。其实我嘛是呢，因为阮爸爸这边是拢讲台语，阮妈妈迄边因就是讲阮外妈山东啊，阮外公伊就是天津人。变做讲，阮妈妈这边其实嘛是讲华语为主，毋过阮妈妈嘛真奇怪，就是讲伊过来阮爸爸这边了，伊就定会去学一句两句台语，爱甲四大人，因为四代人伊拢伊咧照顾嘛，照顾尾啊，伊甲阮阿祖嘛讲台语，阿公阿嬷嘛讲台语，小姐阿姨嘛讲台语，大伯啊嘛讲台语，尾啊伊就变做一个台语真好的外省啊。真济呢！我发现艋舺遐嘛足济，我有一寡同学台语有够练转。较早字毋是拢爱写，无像即马拢写出世的所在嘛。对。即马较早拢爱写字。我看伊个字，湖南你湖南人台语来遐练转安尼。系啊，就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啦，家庭的关系，其实因学台语学了足自然的。伊有一届阮转去宜兰陪梦的时阵，拄好转着阮金婆，哇！伊一个人甲金婆两个人讲台语，噼啪。阮金婆就讲，哇！遮久无看伊台语愈来愈好啊！系啊，就是我就是我嘛是，其实我甲你有淡薄仔相像，就是厝内其实差不多要70%也是华语为主啦。毋过不管是有一两句啊，还是讲要开讲的时阵有台语安尼三声两声安尼，变做讲起来到学校的时阵，学校的同学其实讲台语讲了较济。对，真诶。你是住艋舺，迄当阵我还搁在阮是住淡水。淡水遐嘛讲台语介济。遐淡水台语济甲我即马因为阮较早阮阿公阿嬷拢宜兰人嘛，宜兰人漳州腔啊。对。其实咱就讲，你要食卤卵无？你甲迄门关起来，你看迄天个关安尼话，迄种远诶，迄要去，其实细汉时听即种哦。不管是嘛一两句嘛是即种哦。结果甲学校诶同学讲句讲了，我即马去菜市买菜，头家这芹菜一斤偌济？宜兰是讲芹菜，芹菜。那就一斤两斤啊，其实就叫泉州腔叫烂去啊，对嘛？其实学校诶这个影响是真大，所以讲你
个囡仔若是要来去读这个小学啊、高中的时阵，若是当着华语的环境，你是要安怎咧？这是嘛无法度，因为生活在中华民国啊，就是你除了母语课内底有台语以外，其他的你数学啊、自然啊、社会拢是用华语咧教，你无可能是无讲华语。这嘛是一个悲哀啦。所以我真望讲，咱会当以后会当成立全台语的学校。你像纽西兰毛利，因都是有全部用毛利话咧教册学校，伊读到高中以上拢会当用家己母语，台湾所拢无。二元一处红电式安尼。听讲菲律宾遐福建人拢是用因的泉州话在背99生活。这嘛是一个方向啦，就是因为咱其实咱的历史显开，你在博物馆做工课，你嘛知影显开其实咱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呢，咱的民族其实足复杂的。对，原住民其实是因是拢无共款的呢，对无？是啊，每一款语言啊，有共族，阁无共语的。嘿，对啊，所以讲这嘛是一个未来方向。啊，你即马咧创作的部分呢，嘛是共款嘛，以台语为主啊。对，因为阮咧创作嘛，毋是唱歌，阮是念歌啦 ，rap，毋是用唱的。嘛是有一两首是唱的啦，嘛有啦。对，我有另外一个团叫劳动服务咯，就是念的，还佫有另外一个用唱的，阮吉他手也用唱的。rap 因就是因为用念的啊，你华语敢若4、5个音足平啊。你用客话台语拢7、8音，你就足丰富。你用念的就敢若咧唱歌共款。所以我感觉用华语广东话还是客话拢比北京话较适合做 rap。伫北京话迄声调伤少，安怎念拢安那咧念经安尼。真诶，我感觉念经阁比用北京话念较好听。系啊，就是有即个问题。用台语咧创作，伫即马诶环境，甲你较早恁打出来时阵诶环境，即马有啥物变化？我感觉即马好真济，因为即马有，因为你嘛是老团体，你嘛是老前辈安尼。因为迄时阵其实恁敢有这个主角？恁讲我们是嘛毋敢啦！我来讲，低头陪要安怎？还有林强啊，然后早期上早用台语的 rap， 其实就低头陪林强，我嘛是受因的影响。较早就是会晓讲，但是袂晓读，袂晓去查字典。所以有一寡字都学袂写，还是读毋着嘛毋知。毋过刷来阮有学一寡白话字带落，阮有知影安怎拼音。知影家己有啥物所在读毋着。较早阮有几届去参加迄个台语的音乐比赛，拢讲句诶。我想讲应该是唱毋着，家己个嘛毋知。但是即摆你足侪字典啊，足侪资源。恁确定是唱毋着，毋是唱无好听？嘛有可能啊。但是我等于检讨，因为评审有当时伊听 rap， 伊其实无迄个素养啊。伊可能是讲我想讲金曲奖都入围过啊，那有迄款较细项的比赛拢敢有讲一两个你读毋着，伊毋着甲你淘汰，应该嘛袂吧？甲你共推因的表现是差不多安怎？共推有一寡就是老先辈，迄台语真是足顺的，就是足正确的。毋着唱老歌，无呢？嘛无，嘛是唱一寡。无一定老歌啦，民谣啦，民谣，嘛有人做电子的嘛有啊。那有可能就是台语读音的问题。对啊，即马就是较好啊，即马台语教材线顶的啊，还是册本的拢足济啊。大家要查遐资源拢足济。你查迄个网络教育部迄字典啊、书典，伊毋是有声音嘛？对。饲料就有声音嘛？是。差不多前年开始，因为咧写文章的时阵，常常会用到迄，我就常常咧查，就甲饲落，就讲话，饲落就讲话。今年拄好我咧录迄个公司台语台有无？迄台语脱口秀的时阵，咱迄个节目的迄个台语的迄个指导的老师。就是王秀荣老师，我就讲，声就出现着，你就是迄个人，原来你就是伊就是你，拢规拍拢是伊的声音嘛呢，那个录节目的时阵，佫是继续佫是伊的声音，看着本人佫是伊的声音，就趣味的，就是迄个录迄个音的时阵，
录迄个声调的时阵，佫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咧讲话的时阵，其实你爱试讲出来，你才会知影讲你的音调走倒位去。是，亲像咱前一集要录迄个，阮录一个 FM2， 啊，咱尾啊，咱无录即个音，因为录尾啊，迄个时阵，就是刚刚就歹讲。中珠心经译济济，是毋是足困难呢？啊，译济，迄是华语过来嘛？啊，译济嘛？啊，译济，啊，你就迄个滚，济，你就开始头壳就开始背迄。是，背声调。就阮查某囝自细我就讲，我就甲伊使好把臂交唱落，啊，就记调的。啊，你搁讲一解？使好把臂交唱落，啊，佫有一个啥物裤底，衫底裤看人偏直。嘿，我就是背这八条，我较知影讲第八条北部甲南部真正完全无共。差咧我有时阵迄分袂出来，我都爱去记，我都爱变调的时阵，我开始当分。是像邮局，嘛有人讲，邮局嘛有人讲。哦，邮局。对，好食。对，像阮下港人拢讲这好食诶。像阮老爸就是南部人啊，带网家人啊，啊，伊就来台北食头路嘛。啊，有一摆登去台南，啊，就讲哦，这碗粿好食哦。啊，叫因讲哦，你去台北就变台北人啊，叫因个亲情家安尼。系啊，好食，因为嘛好食。对，因为阮老母因对阮外妈其实住高雄住诚久，住到伊18岁才起来台北。啊，阮兜留落来迄个台语其实就有好食即个。有当时啊，像阮表兄嘛，定讲台语。哦，这好食诶哦，这好食。你看，这就是下港句，好食，因为好个好。台北人话有时阵好会讲好，嘿。对，就是迄个声调。啊，你咧创作的时阵，这声调的这个较深色的、较趣味的物件，你敢甲放内底？会啊，啊有时阵阿文我嘛会去想讲，会难做伙啦。嘿，比如讲话，哦啊，都爱用台北调，像鸡，食鸡吧，啊，鸡亏，啊，南部是讲过溪，啊，大家讲鸡亏啊。就是捌愈济时阵，你要会使用的这个韵就愈济啦。对，愈啊！你嘛无想，你嘛无讲口手声一定爱漳州腔还是泉州腔啦。无一定，因为我本身的腔口就是南做伙。其实即嘛差不多拢南做伙，除非讲你都三地人、五地人拢住迄个所在，拢毋捌离开过。是，无你的腔口一定是南做伙安尼，系啊。啊，你即嘛？咱要2025年啊，你明年敢有啥物进度要甲大家分享诶？你有啥物计划？就是口手像阮正上第一代诶客话主唱是新武遐个人，汤圆啊，煞来个阮佫换一个较少年诶，还是美容迄边诶，啊个客话真正非常认同，因在吹完全客话。啊，毋过因腔无共呢？对，完全无共。对啊，所以。伊都会甲正经的歌词改做南西乡腔来 rap， 对，所以阮刷来应该各出几条，就是台语甲南部客话南做伙 rap， 嘿啊，就是阮会做较90年代迄款 hip hop 的 style， 老人时代哦。对，阮就是爱听90的，Snoop Dogg、Dr. Dre 迄款。哦，这是明年的计划。对。啊，即摆刚有当咧做到啥物进度还是？阮有加一条古早的歌，一条歌叫《启动》。啊，时阵迄条歌差不多是20年前写。我差不多应该是2000年左右。2003年迄时嘿对。差不多我咧读高中要当大学的时阵，当大人。哎，你比我较少年。嘿，我少年对。我跳过伊要讲诶。我迄时阵大学要毕业啦。我迄时阵写即条歌，就是考试国会一寡奇奇怪怪代志，就孤陋必受的人啊。最近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寡
嘛是共款的问题，20年了，佫出现，阮就甲即条歌佫改编一个，佫摕出来唱。阮迄个客话主唱又嘛写一段新的歌词，阮嘛有放伫网络顶管啊。即摆已经放啊，有放。哦，佫互大家当免费登录去改编拢无要紧，开放。开放迄版权，互大家去耍啊。安尼，咱时到就甲即个网络即个。伊个连接放伫咧咱老话区，也是放伫咧页面。恁大家甲试落，恁就当听讲，即个是口手唱上新的计划。明年大家都会听到，应该是会完整的即个专辑会出来。应该是 EP 啊，因为即摆大家拢咧上班，较无用。大家拢咧饲囝。嘛是就辛苦。一边要做工课，一边佫要创作即件代志。其实是，而且创作佫无一定趁有钱。是啊，所以要有一个头路会当刺激。对，这嘛是真辛苦。好咱就是讲，拄则讲要讲创作，要讲教育，要讲你的这个未来，佫有一个，我感觉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用你的角度来看啦。即嘛台语的创作环境，佮有台语的使用环境，你的想法是啥物？创作环境是，我感觉袂歹。毋过我即马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敢若台语变做敢若是一款表演语言，毋是生活语言。就是大家在演戏啊，还是唱歌用台语，但是你离开即个舞台，你私底下在交谈嘛是用华语。就外宾要来的时阵，甲原住民叫来跳舞啊、唱歌外宾走的时阵就甲原住民赶个。对，我感觉一个语言啊，最后敢若当成做一个表演语言，这是无健康的现象。应该是大家拢爱平常时啊都爱讲。所以我在博物馆上班嘛，我有甲一寡表演团体合作，请用台语演戏。阮私底下咧讨论嘛是开会拢用台语。我感觉你平常时都爱讲。你平常时都爱讲，你在表演的时阵，你的喙齿开去灌输讲这个语言。对，你若平常时无咧讲，伊唱歌演戏，其实听会出来。就淡薄莫讲有当时伊会当讲练转无毋对，毋过听起来就是假安尼。就是真正是表演语言。使用环境就是南部嘛是佫比台北好淡薄，但嘛是有危机啊。像阮查某囝即马是甲阮某住咧台南。阮查某囝因班会晓讲台语，我看无超过5个呢。在台南拢安尼，你看别个所在安怎？我捌听过有一个老师，伊嘛是去，伊敢是去嘉义倒一个学校，还是安怎？伊就慢慢甲恁讲话讲的时阵，伊是讲华语的演讲啦，毋过一两句台语出来时阵，大家就硬去。想讲这毋是南部吗？对，在嘉义拢安尼。你哪会硬去呢？这而且伊是讲足简单的口语的物件，大家硬去，哪安尼？对，其实嘛无讲迄个下港的迄个台语环境就较好，其实感觉是全国的台语环境拢无讲介好，真正有危机啊！对，所以阮即马出门就是尽量讲台语，你有时阵会碰到迄少年人，会晓讲呢。我就感觉欢喜。我较早较无爱讲台语，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讲台语，你会拄着足侪困难。伊甲你哈？对啊，你去买一个饮料，你讲我要乌龙茶无爱冰无爱糖，伊就哈。我想讲为着伊即个哈，我就想讲较规矩，我就讲华语乌龙茶去冰去糖安尼。结果即摆我的心态无共款啊，就是听无迄是恁兜的代志。你若继续下，就莫做我的生理。对啊，就要弃票。我有一摆去买胖，我就想讲，我嘛伫遐丢讲，因为迄个店员是少年的查某，我想讲应该是听无，但我伫丢，但是我嘛是提出勇气，我讲毋免茶啊，毋免包啊，迄发票存内底就好。叫迄查某囝仔甲我讲，你这胖啦。
今仔无食完爱摕去冰哦，我就感觉足感动诶，你知无？伫台北市呢，嘛是有这个状况，嘿啊，若是会当当着讲电话，若是足自然来讲台语甲你用诶时阵，你就感觉敢若佫有淡薄希望啊。是。今日真荣幸会当请到这个口手唱的主唱吼，徐亚林啊，甲咱继续分享吼，伊这个用台语创作吼，啊用台语教囡仔，啊用台语生活。这个伊诶观点、甲伊诶想法、甲看法咱是宜兰之声少年人诶宜兰广播电台，后一届呢，然后咱就继续来空中相会。